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总统大选了后，民进党召开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表示讲，伊要把选举的补助款捐出去。另外，伊也宣布，因为选调总统所以为着要客观来推动国政，伊要退出新潮流的派系运作。也那党秘书长柯立明嘛，因为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伫昨昏辞职落任。国家需要他，他随时要准备再赴战场啊！我们掌声。在总统大选过后，民进党开第一摆的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是感谢所有党部的同仁，全力投入是选赢的关键。秘书长柯立明完成一年阶段性的任务，请时准啊！赖清德嘛宣布，把选举补助款捐出来，分三个部分来用，包括公益回馈党工，嘛讲因为当选总统退出新潮流。因为更客观了哈，然后去推动国政，也能够团结党内的同志，领导这个党。所以我自即日起离开新潮流哈。新潮流的总干事段宜康讲，这是选前就开始在讲的。新系人士讲，因为有真侪人摕这新潮流的标签黑白乱打，派系内部嘛拢有共识，认为卖一直互人安尼杀咧黑白讲。新系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含立委拢支持。那总统本来就是应该要超越这个派系，它是一个国家团结的象征，也是一个全党团结的象征。这个赖副总统的决定，我想我们都支持。不过，这摆民进党虽然总统选赢，但是立委的席次却失利，一口气就60席。党内真侪声音拢认为讲，少年选票流失是关键，可能无够注意新媒体的影响，应该面对新媒体科技的变化，和少年的活动，导演嘛无应该禁止。科目3的一些舞蹈的部分，我认为这些都不需要去禁，因为禁了也没有用。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面对，像这个新媒体科技，我们如何也要利用新媒体科技跟我们的年轻朋友有一些互动。已经请示的秘书长柯立明伫中常会讲，规个选战要检讨的代志真侪，针对少年人的部分，确实是未来要严肃去面对加强，包括对后日头火世代。诺贝伊嘛讲，选楼敢要开放抖音的禁令，这对民进党来讲是困难的议题，会引起真大的反弹。看是要采取其他的新媒体，亲像 YT 这新影音来加强。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国民党即届总统选举，有人是爱党主席朱立伦落台，也毋过国民党昨昏开中常会，朱立伦是强调讲伊的承受会继续带国民党改革做到伊任期结束。目前国会是3党拢无过半，洪胜拿赢是按算讲要互韩国瑜配黄国昌、韩昌配。虽然黄国昌已经表示讲伊无兴趣，毋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无甲话公示。2024大选结束，国民党好空配败选，和北京党主席朱立伦的声音起来。不过第选后头一场中常会，朱立伦强调，家己会继续尽力负责，带领全党进行检讨改革，一直到任期结束。我可以一走了之，毫无眷恋，但是我听到更大的声音，要求我要坚定的留下来，扛下来，不可以一走了之，心痛仇快。检讨的声音我都有听进去，也悉心的接受。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够，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回归新北市政工作的侯友宜公告败选，表示是家己无够拍拼。中心阁主持的副手赵少康是话讲刷落来3党无过半的立法院应该拿白合。你如果说合作，你加起来有62席，这是很大的力量，在立法院非常重要的。你不过半，你跟5席是一样的啊。没有差别啊！从正副院长开始，建立一个合作的模式。国家传出拿牙有意推动韩国瑜联手黄国昌做韩昌配。金山立法院正副议长虽然黄国昌回应无兴趣，也不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无将会公示。哇，这实在太有趣了！韩国瑜加黄国昌，这实在是
哇，这个画面很难想象。候选人要有政见发表啊，就是说，你希望怎样？所以不急的，还有2个礼拜，给大家思考一下。郭文德指出，想要选院长的人应该表态感谢认同国会改革想法，同时也讲唔通将民进党甲新潮流画上等号的讲法。洪街头可能准备立白合，因为国民进党立印度团总调郭建民指出，郭文德的话听听就好。对立法院两头之争表态，民进党一定会推出家己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选刷，不过即马伫网络顶悬一直伫流传一寡讲咱台湾选务人员造假有做票的影片。中选会已经出面驳回，即马嘛已经整理事情以上发办。另外，有研究社群的专家是表示讲，伫选举期间，网络的假消息，除了有假口罩有系统咧传，咧引传风向之外，嘛有 ChatGPT 传送大量的文章咧操控言论。用软体分析观察这一年社群信息的方向，尤其是总统大选后，网络流传哪像选务做票影片，各网情转发，引起热议。中选会大动作举行记者会驳回反驳，专家讲有假口罩系统性的操作方向，而且是多项操作。伫台湾用中文操作网络言论，嘛用英文操作美国的民生议题，攻击美国政府。诚恳的讲，就是说，现在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比过去多更多。从这个精准行销做商业的平台，去影响人购买的欲望，到后来变成认知作战，其实跟精准行销是同一个模式，只是做政治服务。对网络流传的哪像选务做票影片，事实查有机关分析，影片有跳接的处理，不是连续的画面，是用间接的手法，要制造台湾选举不公的方向。公民团体建议新政府针对网络乱象，是不是要做一定的规范管理？看不过去的人在那揭弊的话，他必定是人事时地物俱全的。凡没有这些，使得你难以查证的，那我们的判断就是，他并不是要揭弊，而是要塑造一种民主很烂，要塑造一种这个投票不公，他是利用这个民主的制度在打击民主。常常看到这个最常遇见的状况，就是我们境外的势力是借由台湾的言论自由民主来打击我们的言论自由民主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条线的拿捏，真的必须要在第11届的国会好好来做一些思考。面对 AI 的冲击，都已经强调 ChatGPT 真简单就会当生成有说服力的文章，大量散布，制作无共阵营的对立，一定要细腻分别。中选会嘛针对乱讲选务做票，也是挑工做选务人员，造成社会对立的案件，以上司法单位查办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日早暗较凉，透早甲暗时的时，台南以北甲马祖有可能会大雾，会影响能见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气温大约是伫14度至17度，若晚昼的时温度就会较悬。嘉义、屏东今日的高温就会到28度，天气是较舒适，而且有淡薄仔小雨。雨水这方面，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降雨，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今日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这款好天气，敢若是到明仔尔。拜五开始，北海岸、北部的山区、宜兰、花莲、台东拢会落地降雨。也若礼拜开始，阁有寒流要来，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变甲足寒的，其他所在温度嘛拢会降真济。气象署就表示讲，礼拜日开始，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就特别到位，温度会一直降，上悬时间点是伫后礼拜23甲24。中部以北有机会会落甲剩6度尔，因若全台湾的温度拢无到10度，农渔民就要提早因应寒台。最近天气变化大，早起早起天气回温，也毋过20拜六个别变天，转为湿冷的天气，尤其是礼拜日，入冬上强的寒流会到，气温会一路降。气象署预估上冷的时间点落伫23、24。中部以北降到6度，全台会比10度较低。后礼拜一、拜二，北部山区也有机会落雪，中南部大约2500至3000公尺的山区也有机会落雪。预计在下周一晚上，22号下周一晚上，北台湾的高山就可能开始会出现降雪的情形。预计在下周2到下周3这段时间，降雪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气象专家平启明强调，这波冷空气目前看来是入冬来高达上强的一波，有机会挑战这摆入冬上低温的记录。东亚呢有一波寒潮大爆发了，从大概礼拜天开始就降温7到9度左右，整个北部啊，那整个
个空旷地区呢有一种辐射冷却，减个3、4度，也就是说4到5度都非常有一个机会可能会发生。偏见面强调，这波寒流的低温，民众应该真有感觉。爱注意长辈甲囡仔爱穿较少的。那气象署也表示，这段期间天气先湿后打，连续寒6天，呼吁农渔民作业做好航海预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爱去日本观光，不过日本人来咱台湾的人数伫去年敢若94万人次。台铁即摆就拍算要引进有眠床的列车，要来乘观光客。另外，咱的观光署是拍算要补贴日本人办护照，互因办护照来台湾佚佗，按算第2季要开始推动。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日本的观光列车毋但是交通工具，嘛是一个景点。台铁17日和日本四国铁道旅客公司举办台铁列车的设计师对谈，促进台铁交流。疫情了后，旅游恢复。日本是台湾民众出国第1名，平均每3个人就有1个人去日本旅游，嘛造成台铁观光倒差300万人次。要安怎吸外国旅客来台湾？台铁提出办法，想要引进困坡列车。台铁明日后的设计师真支持，要火车变做移动式的旅馆。我觉得台湾其实可以慢慢的享受，然后可以停在一些已经遗忘掉的月台，停在那边出去看月光。这整个台湾的风景跟风啊，跟海的味道，其实是可以透过像移动式的旅馆，然后去重新看台湾的，欣赏另外一种可能性。区北文讲，困坡列车会当予旅客拜访台铁的站点，比如讲去台东看日出、深度探索台湾。旅行社嘛有认同。不过，外国旅客认为台湾的消费观特色无遐捌，爱先解决。费用偏高，第二个我们的品质没有跟上，所以变成说在彼此之间的落差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对，所以为什么国人会选择说，那我宁可出国而不在国内消费？原因也在这里。日本来台旅客去年存94万人次，无到疫情进前的5成。观光署今年定出200万日本客的目标，公布护照补贴。由于日本人持有护照的比例偏低，观光署将给予护照补贴。对于日本人新办护照来台湾旅游，将渴望获得5000元日币的补贴。观光署讲，新办护照的日本客，若准头1张机票买台湾的航空公司，包括台湾虎航、中营、华航、星宇，来台旅游会补贴5000块日票，优惠活动有计第2季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是署甲33项医材，即马列入去必要的医疗器材，要求厂商若是无法度制造、进口，也是无货的时，就需要伫6个月前、伫半年前，爱向中央的主管机关通报。继续关心中国时报。高速公路顶悬，清早会当发现有货车是哪驶哪咧落物件，这是会影响行车的安全，高造成车祸。伫去年国道落物件案件就45000件，为着要提醒车主载回的时物件就要绑好安。高工局是宣布讲，对1月2日开始会加重罚钱。来关心自由时报，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最近有较紧张。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有恭喜咱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这是随引起北京的抗议，爱伊加读册。也让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呛中国，讲话乃遮粗鲁、遮无水准，嘛讲这是咧侮辱因的总统甲菲律宾这个国家。继续关心亚洲 U20 男子排球锦标赛，本地伫今年7月份的时要伫咱台湾举办。也毋过，即马国际商业联合会官方网站是临时开会决议讲，要取消咱台湾的主办权，要改去印尼举办。咱的排球协会是表示讲，这拢是因为中国要求爱换国家，咱针对取消咱主办权表示遗憾。看亚洲排球联合会官方网站2024的赛程，7月20到27的 U20 男排锦标赛，地点伫台北。中华排协讲，1月初接到阿排联发文讲，1月15要举行线顶临时理事会，其中一个议案就是变更 U20 主办地点，提出要求的是中国排协。中国排球协会呢，要求更换场地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事关 U20 世锦赛的资格赛，在台湾他们不方便来台湾出赛，所以要求更换场地。
白协表示，讲15个临时理事会进前有私底下协商，嘛含中国白协沟通，但拢无效。会议时阵表达采取恶化模式，无拒绝中方的求援，连澳洲白协嘛无法度理解，但是主席直接决议讲，该互印尼来接。我们对于亚排联这样子的决议呢，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当然也要接受亚排联的这个决议。不过讲因为属大部驻地事务，敢若会当接受，当场表达遗憾。体育司嘛讲，真正是足无彩。有关中国排协向亚排联表示，赛事在我国举办，中国将因政治因素无法派队参赛，这个是属于他们内部政策的问题，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历年来在台主办的国际赛事，中国队来台参赛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以及限制。体育界人士指出，讲中国第2017了后，就无派选手来台湾参加比赛，即摆无想要失去抢明年世锦赛门票的机会，表面上是走定输，但实际上是用影响力打压台湾，达到目的的一个例。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下骹的半导体设备厂京鼎科技，即马互海客入侵。昨昏是佮传出 PC 厂温德公司嘛互海客攻击。也若京鼎公司互海客集团偷摕资料，是佮甲因威胁公司讲，若是无要甲钱摕出来，就要甲因这客户的资料拢泄露出去。公司已经有发布重大信息，嘛强调并无重大影响，而且已经报警察处理。鸿海集团旗下京鼎精密科技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大厂，昨日传出海客入侵。网页红记记八大告状，因为伫写着已经偷摕达到5TB 内部相关资料，只要京鼎毋付钱，就公开客户的资讯。管理层无要插，搁较呛声会彻底摧毁资料，互员工失业，公司也无存在。交易所也会跟他们公司联系一下，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说明还有后续，因为看起来没有重大影响，所以可能是提醒他们相关资安有没有要再做一些检视啦。上市贵公司互海客攻击，政治局提醒京鼎检视资安防护，证交所17也派人到公司查核相关内控甲资安防护措施。京鼎也发电信正式系统，互海客入侵，专门启动防御机制甲后关作业。初步评估对公司运作无重大影响。那调查局立案调查了后，17下到鸿海也派人前往做笔录。这一次精品来说，事实上比较特别，因为通常这种骇客他们要求通常是要赎金嘛，他不是要出名，是搞不好是先谈判，然后谈判破裂之后，他就干脆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公关议题来做操作。海客真大胆公开留言威胁，资安专家讲过去无定看，也毋过京鼎好网讲，也代表资安防护有空旁，除了软硬体升级，也爱强化员工教育训练。虽然京鼎向平面媒体表示已经完成内部资料库清查排除问题，公司美国网页等待回复，也毋过搁一摆进入京鼎官网，再过这项有源显示电脑主机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红海这条水路最近是真无平静。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拜日时是搁一摆攻击一架经过红海渔猎的货轮。那美国嘛针对青年运动发动空袭。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已经对外宣布讲，对2月中开始，因要重新把青年运动这个组织来做是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为支持加沙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过去2个月继续攻击甲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当地16号传出有挂南欧国旗、马耳他国旗的希腊籍货轮为越南要去以色列时阵，伫红海南部海域，离也门萨利夫港西北边76海里的所在，互青年运动飞弹攻击。因为中东局势继续清悬，美国国务院宣布重新将青年运动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Earlier toda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Houthis as a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 effective February 16th fo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has made clear that there must be consequences for those attacks. And today's designation follows on our military action last week to hold the Houthi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过去青年运动要互美国前总统川普指定是外国恐怖组织，不过拜登政府2021年将伊废外国恐怖组织 FTO， 甲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SDGT 的名单来除名。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摆是因为也门严重人道局势，方便纽西甲人道援助应顺利进入也门。青年运动这摆被列入 SDGT， 会被禁止使用全球金融系统。青年运动讲，这是对以哈战争立场无共人卡油。القرار الأمريكي بتصنيف أنصار الله في لائحة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ة يأتي خدمة ل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دعما له في استمرار الحرب الإجرامية على غزة والتي توصف بأنها حرب إرهابية بكل ما تعنيه ا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وهو أيضا محاولة لمنع اليمن عن موقفه في نصرة فلسطين وغزة ومحاولة ابتزاز أيضا لليمن على خلفية هذا الموقف. 北港国会澄清，这摆并无将青年运动列入 FTO， 都是希望对也门人民的人道援助保持春秋。另外，美军公布查到伊朗提供予青年运动武器零件，其中中程弹道飞弹、反舰巡航飞弹的推进器等。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表示，美军第一摆查到提供予青年运动的军事物资，分析认定青年运动使用同款的武器来攻击国际船只甲船员，有14个船员遭到拘留。按照国际法来决定去留，不过因为调查过程凶险，有美国海豹队员成员定罪时阵意外落落海，另外一个队员跳海救援，目前2人拢下落不明。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也那英国王室成员最近身体是无啥好。北京汉宫17对外表示，国王查尔斯3世因为前列腺的病症要开刀，伫后礼拜要开刀，即马正在住院治疗。另外，今年42岁的凯特王妃，这腹肚的手术才拄做煞，伊嘛住院住2礼拜。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无隐瞒家己甲每年真济男性同款的镜头，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公开。伊希望鼓励其他可能出现同款症状的男性去检查。北京汉宫17声明，今年75岁国王查尔斯3世下礼拜会住院开刀，伊的病情是良性，即摆是因为应该看医生都应该看。收养期间，伊的公开行程拢会延后。前列腺肥大伫50岁以上男性常常看到，未对健康造成严重危险。不过有无数时的症状，比如排尿困难。就在国王要接受治疗消息传出了后90分钟左右，伊新妇42岁凯特王妃，才拄伫伦敦一间私人诊所巴肚开刀，要住院2礼拜。肯辛顿宫声明，威尔斯王妃凯撒琳殿下已经伫10日成功动完巴肚手术。王妃理解这份声明会引起关注，不过希望让囡仔用正常生活，家己有医疗温书。法界目前无法度知影是甚物款的手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照王室消息来源报道，凯特病情甲感情无关系。英国王室一天之内发布2个重要成员详细医疗资讯，算是真罕见。不过根据了解，这是必要证书。凯特安算伫国外者了后，回归正常生活甲行程。过去大家对凯特的健康情形感觉是袂歹，不过伊捌伫有新的期间，透过真厉害住院治疗。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中国有公布2项重要的数字，讲去年中国总人口是14亿0900万人，有比顶一年是减超过200万人，这已经是连续2年人口数拢在降。另外，去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5.2%，虽然有保调5%的目标，也毋过即马有调查显示讲，今年和明年因的成长率可能会更较歹。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预计我们的经济总量 GDP 的增幅在5.2%左右。中国总理李强昨日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率是5.2%，甲中国统计局隔当天公布的数据符合。虽然保调去年初所设定的目标5%，也毋过伫继续的通缩压力，甲房地产危机犹原无缓解的情况，今年甲明年无啥乐观。路透社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今年的成长率可能减缓到 4.6%，2025年进一步降到 4.5%。那影响经济动力的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年末全国人口是14.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
出生率为6.39%。根据官方最新数据，中国去年人口成长高呈现衰退，分析认为劳动力萎缩长期来讲会对中国经济成长前途产生负面冲击。中国在2022年人口头一摆出现1960年代以来负成长，全球人口上济国家的头衔也在去年4月让好印度。专家认为人口数减弱、加经济不好、失业率增高等因素，造成少年人较慢结婚生囝计划有关系，都算有政策奖励作用也不大。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或者是因为那些奖励去，对那些奖励它是辅助的，不是根本原因啊。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已经在2021年达到高峰，未来人口减少的状况会成做新常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开全国记者会，宣布一寡新的措施，要规定囡仔看荧幕的时间嘛，规定学生囡仔清查，也有提出鼓励生囝要增加育婴假薪水才福利。外国媒体是认为讲，马克宏让5年才搁开全国的记者会，是为着要救伊的支持率。经过5年，法国总统马克宏再度召开全国记者会。La France sera plus forte dans ce monde de bouleversement si nous sommes d'abord plus unis. Si nous réapprenons à partager des valeurs, une culture commune, le sens du respect, dans les salles de classe, dans la rue, dans les transports comme dans les commerces. 这是马克宏上任到当第3届恋爱的社工召开全国记者会，宣布一寡新措施，范围有家庭、学校、职场、治安等，包括要强制学生穿制服、学习法国国歌，计划规范幼儿使用荧幕的时间，打击贩毒。打击激进伊斯兰教，增加育婴假的薪水等。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vons tous les atouts pour réussir. Convaincu que nous n'en avons pas fini avec notre histoire de progrès et que nos enfants vivront mieux demain que nous ne vivons aujourd'hui. 虽然马克宏强调要法国更较进步，顶礼拜嘛因应民意改造立法局，也毋过新国员上任随时引起争议。新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长卡苏迪拉，红报讲3个囡仔送去读私立学校。伊在回应的时阵说讲，因为公立学校卡手无够，引起议论。卡苏迪拉事后核实的，也毋过民众无接受，伊为了解决争议，来后生进前读的公立学校拜访老师，结果无受欢迎。Vous voulez continuer, vous allez continuer à exercer votre fonction d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Je suis là pour faire réussir l'école. Merci beaucoup. 马克宏伫记者会替卡苏迪拉背会，讲伊较袂晓讲话，毋过是真心核实的。法国媒体分析，伊用无爱开记者会，马克宏伫最后一个任期罕见面对媒体，其实是忧心极右翼的政党国民联盟伫6月欧洲议会选举得胜，甚至伫2027入主安利社工。极右翼的马林列平是伫记者会了后批评。马克宏破头2点外钟，依然无解决法国人的关键问题。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宏提出鼓励生囝计划，要救出生率，也毋过随引起抗议。这是法国的女权主义，也有左派政治人物，拢批评马克宏想要控制女性的身体，佮化讲总统莫来管查某人的主张。来关心日本的自民党安倍派爆发政治现金。参会的募款申报无老实的摆台，自民党即马正在改革，安倍派上紧19要召开议员大会，敢会解散，即马是正做焦点。继续关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去爱尔兰访问，有个讲中国要对爱尔兰实施免签证。咱台湾驻爱尔兰代表杨祖宝表示，呼吁两国在往来的时，唔通否定台湾这个国家的存在。镜头搁转到咱国内来关心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即摆选举的时，拢有表态讲支持核电。也若选刷了后，两党即马伫立法院新的席次人数加起来是国会会过半。安尼因敢会合作来推动修法，互核电厂继续放。台电表示，因会遵守国会决议。也毋过，北海岸反核团体是坚定反对的立场。也若核三厂是伫恒春，镇长是讲有7-8成的民意是支持伫安全的前提之下，会当继续放。
民进党伫总统大选选赢，但是失去伫国会席次过半的优势。敢互恢复家园，未阁是未当改变的天帮吗？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16日年尾记者会讲，针对核电会甲资料准备好，向新国会来报告，嘛尊重国会的决定。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台电是公营事业，台电会follow政府跟国会的决定。核电厂的延役上万爱伫执照到期进前5年提出申请，核3 1号机的运转执照今年7月到期，根本就未付申请。想要改套就要修正核子反应器实施运转执照的申请审核办法。若是选前拢表态支持核电的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国会联手修法并无困难。对这为核3厂的恒春电，电长讲伫安全前提之下，多数民意是支持延役。我们一定是赞成延役的啦，乡亲们也大概都是这样啊，7、8成以上都赞成。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同款是中心反核的立场。执行长郭庆林讲，选情是接待过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等人，呼吁莫提欠电照顾核电厂延役的借口。用缺电为借口，实际就是永和。如果这样的话，他等着被退去呢。若想要延役修法只是第一关，假使顺利修法通过，搁要进行一大堆安全审查，需要偌济时间是真歹预估。必须要提出老化的管理跟老化管理方案，以及安全强化措施等，送到核安会来审查，确认机组的状况可以符合持续安全运转的要求。除了安全关卡已经停机的核二厂，阁需要新北市政府通过相关计划审查，才有可能启用大式的收矿场，甲放伫炉心用过的核燃料棒提出来。这件代志，台电和新北市政府已经伫法庭互相控诉，核电延役有真侪关卡，就看新国会新气象，落尾敢会去选含恢复家园连岛边的迄个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发生高中生伫校园内底风挂颔棍死亡的案件，校园的安全是引起重视。为了要防止恶盗走入去校园，刑事局伫昨昏是通报各地头的少年队，爱成立专职小队，针对大家扫恶也是帮派活动内底，总共有发现未成年，就要赶紧通报学校，甲学校合作去进行高关怀方式，要甲幕后的恶盗抓出来。新北某一间学校爆发挂颔棍案，一名国三学生风擦砸倒死亡，也互校安问题浮入台面。刑事局10日通报各地少年队成立扫恶专职小队，无要互帮派组织继续侵入校园，一再渗透吸收未成年。每次警方的扫黑活动以及防治帮派公开活动中发现的未成年少年，借由少年警察队在定期的高关怀访视的过程之中，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他背后吸收、招募他的那一只黑手。警方启动搜捕，锁定2大对象，包括参与帮派犯罪少年，甲处理帮派公开活动的孤犯少年，佮透过少年扫恶专职小队结合学校、社工、少年调查官等展开高关怀方式，抓出幕后帮派恶手，顺线将人缉捕了后，并且验检将当量刑。包括司法、警政、学校、政府各自负责之外，也能够团队合作。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点。面对警方作为，发生代志的校长持正面态度，也不过这件挂颔棍案已经过20几天，也伫少年法庭无移送检方，校长也伫面册对规个案件发出感想。伊伫面册提起遭遇重大事件，伊的心内情绪复杂艰苦，看到学生家庭一家天伦万岁，若有真悲痛的遗憾，敢毋甘？也是心内一直细的艰苦自责。另外，也有民众声援被害同学，将涉案少年图像做成广告看板，对外刊登，挂起哩才1礼拜，17早起已经停落来。广告工会的朋友有来传话说，事务主管单位希望我能够拆除，免得他们要才华。我想我也不是为了怕才华，我讲的不要让公务人员为难。原来刊登广告的周先生无依规定申请许可，接到广告工会通知，新北市府相关单位要求拆除，为着无要互承办人困扰，主动请人拆除，第时间无计划搁刊登。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新闻来关心台南的博爱国小4颗练长，只有头前门甲后壁门有学生囡仔行的通学步道，因那附近的东宁路因为车真济，学生囡仔伫行的时，佫行去互车弄，逐摆伫行拢爱搭壁边搭甲哇哇哇。即马呢是引起讨论，学校讲因会赶紧和市府来讨论安怎解决。囡仔唔敢面对大路，就惊风浪着。路上的记者一直真紧骑过。民众16下班尖峰时刻，经过台南国小边仔的东宁路西段，连续看到囡仔搭伫平行路，这期通学步道规划不好，都应该让机车可以走地下道的。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就一定要把它分开，造成机车会在这附近的小路一直，车流量会变得很大，那没办法透过地下道有效的导流。影片伫并且引起讨论，有网友讲，学校前后门有通学步道，是囡仔家己要行无步道的东宁路。好，今年5月，台南重大行人车祸案，宜兰查某囡仔父亲有话要讲。恁行通行步道了后，恁住伫伊的隔壁，恁毋是住伫头前，安尼恁就行到无通行步道的时阵，你跳起来用飞。有爸爸认为报道只设伫前后门无够全面，实际到现场无法度进入东宁地下道的机车。伫学校4颗位路段两来去路边的红灯，搁挖学校围墙甲徛街，根本就无形成行路的空间。若是囡仔上下课真惊险，大人经过也真惊吓。比其他的大马路会危险很多，没有适当人行道，然后与旁边的距离又很狭窄。我会带着孩子。实际在放学的这个过程中呢，来做一个演练，就是怎么样从后门出去，然后走回家这样子的一个步道。那是它的人行步道非常的宽敞，也非常的安全。学校表示，东宁路无人行道会继续做安全教育的宣导，避免家长甲囡仔嫌流，也会向交通局反映，建议4颗位交通监视爱重新规划也是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咱台湾出生率是连续9年拢在降低。伫高雄市去年出世的婴仔的人数嘛创下历史新低，敢若15000多人尔。伫6都内底是排第5名。不过呢，去年高雄人口总数却是增加的，而且是县市合并12年来上悬的。台湾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为2020年开始，连续3年人口是负成长。高雄市嘛有同款问题，为108年开始，出世红婴仔各有19000多人，算落来逐年一直减，到去年112年，红婴仔干那15805人，是历史以来上低。虽望政府一直在杀饲囝的政策，毋过家长煞感受袂到。政府是有补助，毋过。有补，敢无补？因为即摆读书你的学费足贵，一个月爱1万块。所以一档减1万，其实这个数字是真正算一个国安的问题啦。根据高雄市民政局资料显示，去年6都红婴仔出世人口上加生是18市，高雄市是排第5名。红婴仔是愈生愈少，不过高雄整体人口数煞增加，是12档以来上悬的。民政局表示，去年刷入人口数上侪是三明区，目前行政区人口也是红刷上侪。去年来比吼，交往年比起来，咱去年的迁出的人口数是减少的。所以，咱的人口数是唯一啊成长的。咱去年伫迄个人口的成长的部分，是10年县市合并以来上悬的一道。即马各县市拢推萨饲囝政策，高雄市政府今年嘛宣布，毋若提悬生育的补助，放零生育津贴的对象，产检坐车各嘛延长时间，毋望会当提悬生育率，来减轻家长的负担。记者钟义辉、顾超勇高雄报道。后个月就要过年啊！旧历过年，这是咱台湾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过年。即马餐饮业者上阵上机，拢有真侪业者拢有推出主编的围炉的菜色。也若菜车业者嘛，希望讲今年过年生意会当较好咧。卫福部小署昨昏专工开记者会，是提醒民众，总共是去注文买变的这围炉的菜色，爱会记哩考决1收2存3烫烧，爱烫好透，安尼食的时阵才较安全。下晡2点外，内湖区的黄昏市场头家当咧无闲准备摆档。后个月就要过年，市场业者讲，现代人买卖惯势改变，较罕伫到市场买菜。即摆过年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过年，市场业者望买气通成长。
你如果算1个月来算的话，应该没有啦。也就是之前现在的人就是不会说像以前说提早买起来啊。你啊，珍贵鸟有加好一半啊，这6、7年前。即嘛加好1成2成无，即嘛有3成真满足啊。业者讲，现代人较接到超市款年菜，甚至是买便的生煮食的麻烦。经济部统计，2022年12月，仅1个月餐饮业的营业额就有876亿，创下历史新高。主要是因为疫情过后，企业开始办买价，民众注文年菜等等原因。今年超市大卖场业者也看准商机，推出侪年菜组合写品种。不过是由此提醒，保存年菜爱定真。要食偌济煮偌济，紧收去冰箱放啊。拢嘛甲伊掺一寡菜啊，变鸡蛋安尼啊。收货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相关的一个标示，纸箱也都有弄湿了、弄破了，就应该联络厂商，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保存期限，好，还有我们保存的方式，在冷冻、冷藏的，其实如果事先我们需要解冻的，可以提早拿出来解冻。是由此提醒民众一收2存3加热的考决：第一，要检查年菜的包装完整；第二，要遵守印伫咧包装顶悬的储存方式；第三，每一种低温配送的年菜，按照业者的建议，拢有无共的加热方式。落尾也要尽量一摆食好了，避免佮烫过，影响品质也影响健康。记者阮张随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1983年成立的中华阻碍教养院，主要是提供中等度的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照顾服务。也毋过院区内底的建筑物已经较旧啊，而且嘛无符合安全的法规。教养院即马拍算要起新的大楼，目前已经完成地基的工程，也毋过总经费还阁差7500万，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斗相共。医生伫洗衫间处理家己的衫裤，另外一间教室是咧教医生做饼。中华阻碍教养院照顾身心障碍者已经40多档，除了提供24点钟的照顾，嘛有日时的上课服务。但是过去上课的教室伤旧，有安全问题，教养院计划要重新起一栋大楼做教室。这栋教室大楼就是自早咧用是即个小会、小年会留来互阮用的吼，这已经超过50几年啊。啊，伊的教室吼已经老旧，啊个饮水，啊个来伊就是公安不符合即卖的规定吼，咱敢若会使用1楼尔，吼2楼以上就袂使使用，就真正足可惜的。阻碍教养院伫去年底已经开始进行第1阶段的工程，未来新教室会有4层楼悬，计共16间教室、4间多功能空间，提供将近200位身心障碍者会当上课、复健、办活动等等。即阵工程的过渡期，上课甲过暝医生敢会当先启伫共一栋大楼。主要是讲大家会使转换的空间变少啊，即马就变成讲我只能伫我的宿舍啊甲小教室内底，所以阮就需要讲有新的教室，互阮有新的空间会使用。住宿型的机构其实较好的服务是白天甲晚上是无共的空间。咱想讲，咱若一般人，咱伫规工拢共一个所在，其实咱的生活心情就袂快乐。阻碍教养院表示，新教室大楼的总经费是1亿外，即阵也欠7500万，会拿起拿募款，希望会当拼伫2025年完工。伊嘛望社会大众多帮忙，互身心障碍者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镜头来嘉义市的北园国小是即马嘉义市内唯一一个在教学生囡仔种稻的学校。学校内底就专工有规划一个体验做田的所在，为着要推广在地食农教育，互囡仔知影一粒米百粒汗的道理。学校伫举办播稻的体验课程内底，佮互学生囡仔去认捌培育台农82户米的5英培朴树。江苏伫台顶向学生来分享台农82毫米的知识，毋但教学生认捌这个米特殊的所在，佮学生知影这个在地的米是啥人培育出来的。我们这支82毫米是渔网培博士育种的，我们今天为了要纪念它，所以我们要种这一支米。这支米有防旱还有耐病虫害的特性。台农82毫米是已经过身的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家己分所的副研究员吴英培博士在生的时育种的。家己是推广食农教育的北园国小，就利用播稻的体验课程，教囡仔认捌这个米的故事，嘛，互因知影一粒米百粒汗的原因。咱知影82稻米是吴永培博士去发展出来，那因为这82稻米是强调环境永续。
我们 SDGs 的几项指标里面，我利用这机会嘛，说明给咱这小朋友知影。参加过这个活动，我感觉足好耍，嘛足辛苦的。我会使体会农民的辛苦，甲伊种稻仔的趣味。食的饭啊，就是为迄伊种的迄细细丛啊稻仔安尼发起，伊安起感觉讲，哦，迄饭爱用食完，袂使单调安尼。学校表示，台农82号是家己市培育甲推广的米，学生伫逐礼拜拢会伫学校中昼堂食到。即届体验课程，然后幼儿园的囡仔甲4年以上的学生来参加，1年甲3年的学生嘛有观察课程，希望透过士农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认捌在地食材，关心家己的土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要刻粗囡仔是真利便，因为店头大部分拢是用电脑咧刻。若是纯手工咧刻囡仔的店头已经愈来愈少，也毋过伫台南有一间有100年的囡仔店，坚持用手工落去刻囡仔。全新的印材挖过来挖过去，起头先粗批落去刻，来来回回修过哪改。就为只客人工用刻刀一笔一笔刻出独一无二的囡仔。这款纯手工刻囡仔的店伫台南已经真罕见。因铺头家讲，囡仔店的光景已经不比早前啊。纯手工雕刻技术嘛对咧失去，之所以变色传承，民众认为囡仔对因来讲有无共意义。台湾人一世人的生活当中，囡仔是一定要用得到的。那较早阮拢是用看人这个刻囡仔师傅拢是用手工豆豆啊刻的，感觉较有人情，嘛感觉有一个温度安尼啦。纯手工的当然好啊，对啊，用来做纪念性的，毋是像机械做的安尼，看起来大家拢相共。这间圣文堂囡仔店伫1923年成立，传承到第3代，到达超过100档。店家保存侪日本时代印材甲印土定文本，头盖公开互大家看。那安尼，佮因过家族所做囡仔较面留存，通互人欣赏雕刻幼落的细节。头家指出，因每一个囡仔拢坚持虎头顶基本的原则。印内面有印的力量，虎头代表很有做力，顶里尾就是铁钉，嘛是做力。但是这个特别一位虎头顶里尾就是涵盖，就是整个结构拢有迄力量存在。囡仔有无共用途，其实早前古早式的饼类顶头就咧刻。头家讲，手工囡仔是一门学问，也是技术的展现。伊嘛，互众人看到充满生命力的手工囡仔，认捌这项传统的技艺。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语课毋若伫咱台湾有法国嘛有大学专门开台语课，是咱台湾屏东过去法国生活的老顶甲老师开的，以后。即个法国的学生囡仔唱台语卡拉 OK、唱歌比赛，佮互学生囡仔啉台湾茶、演布袋戏，用这个方式带法国学生来体验台湾的文化，体验台湾的来学台语。想袂到有外国人唱桥仔，两个弄榴莲唱甲遮尔煞拍，这是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因的台语课。这门课是咱台湾老师老顶甲开的，伊互法国学生唱台语歌、学台语，嘛成立 YouTube 频道，互学生去找当地法国的台湾人学台语和台湾文化。这门课自2020年变做正式的选修课9档，已经4档了。茶灯红贝大，在台湾。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文化的部分其实因对台湾的食啦，咱的歌手啦、电影甲咱台湾常常咧讲咱影片啦，其实因拢真有兴趣。其实这嘛是一个文化，真有实力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因是渐渐知影讲台湾是啥，台湾伫倒位。老顶角是屏东人，自细汉就讲台语，伊用台语含日常的文化体验，甲咱丰富的内涵分享，互法国人知，嘛帮助侪想要来台湾佚佗、食头路的法国学生了解台湾。下学期这门台语课，卖和台师大台文系合作，互台湾的学生来教法国的学生学台语，互相交流。有一寡学生伊是有想要做台语老师，所以伊希望伫教学的，我希望因伫即个部分呢，会当有较侪教学的经验。过来就是讲，有一点就是要互学生，会当互参加的人，会当毋若是知影，会当，而且会当亲身去体会着讲，其实
台湾就是对外国人来讲，吼，台语是一个对台湾足有代表性的物件，吼啊，透过这个过程，伊嘛会当了解讲对外国来看台湾，吼。系主任柯惠如表示，因为咱和法国时差7点钟，会下机拍算用线顶的方式进行，伊将肯定楼顶甲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法国学生通用文化体验的情景来学台语。嘛，唔帮台湾的学生除了累积宝贵的教学经验，更较重要的是会当了解无同款的国际观点。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日本。伫日本有伪娘文化，伪娘，这是讲查甫啊，毋过介意装做查某的，这甲因的性向无一定有关系。虽讲日本的社会是较保守的，啊，毋过即马日本的少年辈观念拢已经改变。一寡伪娘伫网络顶悬，也佫有真侪迷众，而且主题餐厅嘛真受欢迎。老长头毛穿短裙，若无讲你毋知影伊是查甫的。即个假影查某人停伫路边耍手机啊，无几分钟，就有人要喊伊讲话。短短15分钟内，就有3个男性要和伊做朋友，其中一个伫交换社群媒体消耗了，才发现讲对方其实是假的查某人。这变装的身份令伫 YouTube 已经有超过30万的迷众，算是一个有名的盲情。这个同款嘛爱变装的玛娜，生理性别是查甫人，伊爱的嘛是查某人。不过对伊来讲，穿查某衫是一种表达自我的表现。伊逐个月拢会固定到一间工作室，经过伊的衫穿来翕相。Do you like this one? 亲像玛娜这种特别来变装翕相的人客，最近是愈来愈多。工作室就讲，原本逐个月人客是100个人左右，即马已经增加2倍。The full package is great quality. When I do this, I understand women and their everyday problems a bit better. Like walking in heels, for example. 即马伫日本讲到即种假的查某人，真侪人拢知影。但是伫过去的日本社会，变装有可能防掠去关。研究者就讲，伫17世纪的时阵，因为歌舞伎的文化，日本的查甫穿查某衫的算是袂少。但是到19世纪，法律就禁止男性变装，违法的就会防掠起来。爱变装的人只好美起来。一直到2000年初，日本的网咖是出现一大堆假的查某人，变装文化才佫出来。即马甚至有主题餐厅。They're so stylish. Their figures and postures are so pretty. When I cam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a bit strange. But they're not only cute, they're also attractive. Plus, because they are men like me, we can talk more openly. 这间假查某人的主题餐厅已经营业14年啊，内的人客是愈来愈多。不过业者讲，一个人士的态度嘛是较保守，亲像伊希望会当扩大营业，互处处拒绝啦。Cross-dressers could only find work in gay neighborhoods or as sex workers. Those were the two options. When all I wanted to do was dress as a woman. 但是业者嘛讲，少年世代的观念正在改变，因伫社群顶悬接触愈侪这种假查某人的资讯，接受度嘛愈悬。那假查某人常常互看到，社会嘛会愈惯势，到时因就会当更较自在，透过女装来展现自我。公司新闻市湾林编译。因仔伫真侪文化内底，拢有讲经这项文化。讲经是一项世代传承古早的工课甲职业。亲像伫乡家里，就一个人口敢若350个人的小所在，有一个已经80岁阿嬷，伊60年来，逐工拢会去教堂讲经，一工上无爱做2届。讲经这个文化嘛，已经是当地人共同的记忆。达康中昼80岁，斯德莱克行到附近的教堂钟楼，时间一到，钟声响起。这教堂正伫首都布达佩斯北边60公里的泰雷尼。斯德莱克考经已经考一甲子，为20岁开始，就对阿公阿嬷甲爸母伫这座天主教堂考经。Az harang, az az élőket hívja, holtakat siratja, viharokat megtöri. 泰尼的教堂有3口径，相当有450公斤。互古名叫做伊隆卡阿姨的斯德莱克，过去10年伫时段陆续过身了后，单独考这证。虽然年岁已经大，不过当年的锻炼可以保有肌力甲体能。Menni konditerembe. Igen. Mert ugye mindennek mozogni kell, kéznek, lábnak, mindennek mozogni kell, úgyhogy.
愈来愈侪教堂用证车自动报送系统，真人考证是愈来愈少甲珍贵。替第年考证人的名声流传出去，媒体甲游客为真侪所在来看伊隆卡阿姨的罗山真面目，也带来观光真潮。És hát Ilonka néni öregbíti a településünknek a hírnevét, és itt mi nekünk Terényben nagyon fontosak a tradíciók, a hagyományok, nagy értéke van az ősöktől örökölt régi dolgoknak. Mondtam, hogy addig még a kezem lábam bírom, addig nem lesz automata. Mert azt szokták mondani, még úgy is van, hogy olyankor van a harangok meghalnak. 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同时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14度至22度。当在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